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伊的太太金建希是互人指控涉嫌炒股票，还佫有收这统一教的高贵破烂卡棒等等，昨去互检方求判15档的刑期，佫要罚大约4200多万台票。法院是按算会伫咧明年1月底来宣判。挂嘴暗甲目镜，法警加搀扶行入法庭。南韩拄是戒严风波1周年，除了前总统尹锡悦，伊的看守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嘛同款官司定审。经过最后一个定审，韩国检方伫初三求处15年的徒刑，并扣罚金差不多4250万台票。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.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. 南韩独立检察组指出，金建希伫2010至2012年中间涉嫌操作德意志汽车公司的股价，得到不当利益。另外，金建希佫互人指控透过政治灯人干涉国民力量党的初选，也甲接受宗教团体统一教送伊香奈儿皮包啊，选择判连这的车体品。统一教的会长韩厚祖也已经伫今年9月受押。 检方认为金建希甲宗教团体有牵连，违反南韩宪法政教分离原则，情节重大。金建希虽然伫最后说明表示，对造成社会忧虑感觉失礼，不过各大也是否认一切指控。法院预定本案会伫明年1月28宣判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